好多人以為大腦就好似機器咁，用得多就會壞得快，所以退休之後就應該好好休息，少用腦。呢個諗法咧，其實大錯特錯。大腦同機器最大嘅分別係，你越唔喐佢，佢就真係會退化。神經科學家追蹤咗678位修女幾十年，發現終身保持學習習慣嘅人，即使大腦有病變，都唔會出現痴呆症狀。你有冇試過行入房突然唔記得自己想做乜？明明好熟嘅名講到出嘴邊，但係點都講唔出。啱啱講完咗嘢，轉個頭就唔記得。呢啲唔係老咗嘅必然，而係你嘅大腦開始俾你發出警號。好多人以為年紀大咗就自然會嚟嘅，但係真相係你對佢做過啲咩，佢就會變成點樣。大腦就好似一座城市啦，需要有車流、有人行、有物資運輸先至會生猛。神經元之間嘅連接就好似馬路網絡咧，你越用得多，條路就會越暢通。但係如果成日唔用咧，啲路咧就會荒廢，會塞死。現代人嘅大腦衰老速度越嚟越快，有3個隱形殺手。第一係慢性炎症，高糖高脂飲食，瞓得少，壓力大，令你個腦入邊好似成日有火燒緊咁。第二係久坐唔喐，每日坐超過8個鐘，負責記憶嘅海馬體會明顯變薄。第三係社交孤立，長期孤獨對大腦嘅傷害，等同每日食15支煙。呢3樣嘢咧，正正係好多中老年人每日做緊嘅事啦。點樣先可以令大腦逆齡生長呢？有5件事你要即刻做。第一，做啲需要協調同決策嘅運動，例如打乒乓波、跳舞，而唔係淨係行路。第二咧，將食物當成信號而唔係能量。每日最少食7種顏色嘅蔬果，每星期食3次深海魚，起身第一時間飲500毫升水。第三，瞓覺就係幫大腦清垃圾，每日要瞓足夠，睡房溫度保持18至20度之間，瞓前2個鐘熄晒 D 強光。第四，學一樣全新又複雜嘅技能，例如學樂器、學外語，令你覺得有啲辛苦感先有用。第五，每星期至少3次，每次最少30分鐘嘅面對面深度傾偈，唔係 WhatsApp， 唔係俾 like，係真人對真人嘅連接。照顧大腦健康唔係為自己，係你對屋企人同呢個世界最大嘅貢獻。一個腦筋清醒嘅人可以照顧家人，可以幫到人，可以將智慧傳落去。從今日開始咧，就從最簡單嗰樣做起，企起身喐5分鐘，飲杯水啦，打個電話俾老朋友啦。記住，大腦唔係越老越冇用，而係你越唔用咧，佢先會冇用。